北门国小因为要兴建中央厨房，学生的营养午餐暂时拢是透过餐车由育护分校运送到学校。其中分学时的餐车，和学生看到拢感到非常的趣味。北门国小今年受到我们教育部专款补助新建一个中央厨房。那最主要是供应我们北门区的5所小学，还有我们北门国小跟育护分校。今年又加了中州国小那这个供应500多人的中央厨房，在新建的过程中，因为北门国小的旧厨房要拆除，所以我们就孩子的午餐就到育护国小来做，育护分校来做供餐。那这一台车呢非常有特色，是因为这台车它应该是我们全国第一台彩绘的餐车，因为这里面有林庭香小姐那个创作者，她画了很多很多的图案那非常非常的亮丽那里面有画个老虎，那虎年嘛，那所以让大家感觉今年虎年的虎虎生威嘛。那还有彩绘了一些蔬果，包括茄子，还有一些蔬菜。那最重要是要让孩子知道说，这一台车可以让大家把新鲜的午餐运送过来，那也提醒小朋友要多吃蔬果。当初为着要解决午餐运送的问题，由北门国小家长会会长李宗阳个人捐出全新的小型货车，提供学校作为营养午餐的配送车，并发挥创意，请艺术彩绘家林庭香，甲车加上可爱的图案，让规台车更有活力。那个餐车的是我捐赠的，是我个人捐赠。那我的想法是说，可以让小朋友用第一时间可以吃到最温暖的餐点。那我为什么会彩绘成这样子？就是不要让小朋友觉得说餐车是很单纯、很聒噪的那种营养午餐车。透过可爱的餐车来运送午餐，小朋友逐工拢非常的期待午餐的时间，会当看到可爱的餐车甲美味的午餐送到学校来，互大家用餐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